咁多個培訓入面，最令我印象深刻嘅係香港警務處嘅毒品調查科培訓。主辦方同我哋分享咗毒品嘅禍害。舉個例，冰會令人出現抑鬱幻覺，嚴重仲會腦出血或者死亡，令我明白到吸毒嘅代價非常慘重。而且令我意想唔到嘅係，有機會俾我哋試聞毒品嘅氣味，估唔到毒品嘅氣味原來真係非常難聞。主辦方亦都提醒我哋，如果喺日常生活中遇到，可以見而即報。毒品唔單止會損害我哋嘅身心健康，仲會影響社會安寧同秩序。我哋一定要提醒身邊嘅朋友，對毒品不可一不可再。今次參加活動嘅意義重大，令我感覺到自己唔只係一個香港小市民，而係可以有份以公民身份參與到社會事務，了解社會動態。感謝社會上日以繼夜為我哋服務嘅新聞報導團隊，保持社會安寧嘅警察，監管金融市場嘅金融管理局，同埋致力為我哋研發出 AI 嘅科技人員。大家都喺度努力令社會變得更美好。我好慶幸我可以入選到今次嘅選拔賽，令我可以有機會去到幾個對社會非常重要嘅機關同埋機構參觀，過咗個充實又有意義嘅暑假。我唔單止會同同學老師分享今次難能可貴嘅經歷，亦都會喺未來以公民身份關心社會，做一個尊重法治嘅良好公民。